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列王记第40天的共读。我们从这个图表看见，在北国约兰就是约荷兰，南国约兰，然后还有加上亚兰，有一个便哈达二世。那所对照的呢是这个先知以利沙，在成为北国重要的遮盖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6章的后半段。昨天，透过以利沙的祷告，让他的仆人看见火车火马的同在，然后呢，让这些来攻打的亚兰人，迷迷糊糊的被带进了撒玛利亚城中。但是呢，放他们回去，在仇敌的面前摆设宴席，也让他们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太平。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6章的24节。后来，苏利亚王便哈达调集伊的全军，就来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苏利亚人继续围困城，直到一个炉的头直匀900公克，200公克的粉椒屎搭60公克的云仔。以色列王对城墙顶经过的时，有些妇人对伊求救，讲：外主，外主，帮赞我。王讲：上主无帮赞你，我要对倒位帮赞你？对五谷场，还是对酒库是无？王国讲：你有啥物艰苦？伊应讲：有一个妇人对我讲，将你的囝交出来，咱今仔日食伊，明仔载食我的囝。阮就煮我的囝来食。隔日我对伊讲，将你的囝交出来，咱煮来食。毋过伊将伊的囝藏起来。王听到妇人的话，就拆离衫。伊伫城墙顶经过时，人民看到伊内面穿粗麻布的衫。王讲：撒法的囝伊丽莎的头壳，今仔日若要留伫伊的身躯，愿上帝加倍责罚我。那虽然有一段时间的太平，但是呢，亚兰王便哈达二世还是带了他的全军就是全部的军队来围困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围困。那所以以利沙也还在这个撒玛利亚城内，但是在被围困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也有大饥荒哦。好，那这个大饥荒，我们从第8章1、2、3节，可以知道，这个大饥荒呢，比之前他们的父亲，上一代亚哈所遇到的3年半的不下雨的这个饥荒呢，更严重，长达7年哦，有7年。所以呢，7年的饥荒呢，比之前更惨。到后来呢，一个驴子的头。驴子的头本来就不是一个食物哦，也代表不洁净，所以他用这个驴子的头呢，就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的，连那个不洁净的、没有肉的驴子的头，而且驴子是很重要，也是交通工具，是可以载送东西的，都把它拿来吃的，看这个饥荒有多严重。驴子的头呢，可以卖到900公克的银子哦。好，那换算成今天呢，大概有1000美金。然后呢，鸽子粪，这个鸽子粪就是一个鸟粪卖呢5舍克勒，那就是60克的呃银子，就是200公克的鸟粪呢，可以卖60公克的银子，那大概也有100美金哦。好，那但是有人认为这不是鸽子粪，这应该是一种豆荚，是一种皂荚树的一种豆荚。好，那不管如何呢，这些呢都不是应该有这么高价钱，但是它要凸显的就是，这场饥荒呢，又来了，在亚哈的时代，就有3年半，现在呢，亚哈交给亚哈谢2年，亚哈谢又交给了北国的约兰12年，12年当中呢，就有7年的饥荒哦，好，那真的很惨。
那有一天呢，就是北国的约荷兰在城墙撒玛利亚的城墙出巡，有一个妇人半路拦叫说：“我主我王，求你帮助。”这个求你帮助的意思，求你拯救，救救我们，救救我们。但是这个约荷兰他马上回应：上帝若不帮助你，我怎么帮你？要从禾场还是压酒池呢？你要麦吗？还是要葡萄吗？问题是现在呢，这都没有了，连驴子的头，鸽子的粪，都在当来食物来吃的，那我怎么帮助你？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一句话看出约荷兰的心态。他顺境的时候呢，觉得是自己的功劳；逆境的时候呢，觉得都是上帝的问题啊，上帝不帮助你，不是我不帮你，是上帝不帮你。那王呢，又继续对妇人说：“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助？”那妇人说：他们已经饥荒到把儿子都拿出来煮来吃啊。”那这儿子应该就是婴孩，长大的小孩子会反抗啊，就是婴孩都煮来吃。那这个就让我们又想起了所罗门刚跟神求智慧，那上帝让他遇到第一个案件呢，就是两个妓女在争抢一个活的儿子。那但是现在呢，他们真的把自己儿子吃了。隔天讲好要吃另外一个婴孩的呢，另外一个却把他的儿子藏起来，藏起来。那这个约荷兰的反应呢，很特别。他听完之后撕裂衣服。那他那时候是他在城墙上经过。那大家百姓看见他呢，撕裂衣服，他里面穿的是什么呢？穿着是麻布哦，是一个粗麻布的衣服。那穿麻布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他不穿在外面？一般穿麻布呢都是会穿在外面让人看见，他却是穿在里面。麻布大概就是第一个，可能代表忧伤痛悔的心正在悔改，跟神立约要悔改。第二个呢，就是手伤，家里可能有人逝世，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在进食祷告，在祈求啊。那这里把这件事情写下来。那但是没有讲明为什么约荷兰要穿着麻布的动机。但是呢，可能要凸显约荷兰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人呢。那一下呢，认为是上帝的问题，一下又要想要听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怎么说。那但是他撕裂衣服，他31节，他就发了一个誓，说我今日若容许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还留在他身上，愿神重重惩罚我。昨天以利沙在这个被围困的时候，在多摊被围困的时候呢，他祷告求神开少年人的眼睛。后来呢，又求神祷告求神关掉这些亚兰大军的眼睛。然后呢，就把他们带到18公里外的撒玛利亚城。哇，以色列王看见他们敌人被带来，他对以利沙说：“是我父啊！”非常的尊敬。但是呢，这个事件呢，让他又失去这个尊称。他说呢，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而且呢，我今天如果留他的头，愿神惩罚我。哇，所以他又把气出在以利沙的身上。很有可能，就是他在怪以利沙，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杀掉他们呢？还放他们回去，还请他们吃喝饱足回去。有可能，这个约兰在这里赌气，所以他现在回去找以利沙算账。我们继续往后看，32节，到7章的2节。迄时伊丽莎坐伫厝内，长老嘛甲伊做伙坐，王先派一个人去，使者也未到伊遐。伊丽莎对长老讲：恁看，这个凶手的囝派人来要取我的头壳，着注意，使者若来，着关门，甲伊挡伫门外。伊主人的脚步声，减无缀伫伊的后面得来。伊丽莎要在甲因讲话时，王来到伊遐。王讲：这个灾祸是对上主来，
我哪着搁仰望上主帮赞。伊丽莎讲，恁着听上主的话。上主安尼讲，明仔载大约这个时，伫撒玛利亚的市场，3公斤的幼米粉会敢若卖匀11公克，6公斤的大麦嘛则卖匀11公克。有一个王的侍卫官应上帝重用的人讲，上主就是开天窗降落五谷，这个代志嘛无可能发生。伊丽莎讲，你要亲目睭、亲目看到，毋过食袂到。那伊丽莎好，她在外面，她还真的有办法知道好是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好，她坐在家中啊，好，而且家里有谁呢？好，家中还有以色列的长老跟她同坐。那王先派人，好，那个人呢，好，还没有跟以利沙对到话，好，然后呢，往后面马上就跟上，好，王可能是坐马车比较快。以利沙就对长老在他家中做客长老说：“你们注意，你们看这凶手之子啊，好，那这个约荷兰的爸爸是谁？就是亚哈。好，亚哈为什么是凶手？好，因为他霸占了拿伯的葡萄园。好，所以以利沙一直还在惦记那时候以利亚时期的这些事情呢。好，要来斩我的头。好。”但是呢，不要让使者进来，因为他主人马上在后面。果然，好，使者，好，这里和本，好，说，使者到，好，小字是王哦，好，王马上就来，而且呢，王说，看哪，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再仰望他呢？好，这个对话真的就是很约荷兰了。好，他总是会先怪到上帝的头上去啊。好，那像跟3个王好去打摩押的时候，好没水喝，好也认为上帝要置他们于死地，好他总是把顺利的呢，好自己就默默的消化掉，不顺利的通通怪到上帝的头上去。第7章，以利沙听到约荷兰这样说，好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明日这时候，好，撒玛利亚的细面，好，本来是可以吃1个礼拜的细面，好，现在呢，好。只要1个舍客勒，好，那就是呢，只要啊本来是鸽子分要5舍客勒，好，就是要100美金，现在呢，好，可以足足吃1个礼拜的面粉，好，只要20美金哦，好，然后呢，一西亚的大麦，好，也卖1舍客勒，好，也是一样，好，那第2节说有一个是参服王的军官呢，好，这个职称呢，好是用在战车上面，好，在战车上面呢的第3顺位，好，第3顺位的队员，好，所以他不是骑马，也不是控制车，好，拿军器，好，他可能就是做搀扶，好，他就突然就回了以利沙说。怎么可能？看呐、即使耶和华打开天上的窗户，好，他认为上帝做不到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有这些事。以利亚就马上也回应他：看呐、你必亲眼看见，在那里却吃不到什么。好，明天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好，这一个第3顺位的侍卫官呢，好，他就等于是在预告自己的死期啊。好，因为他的没有信心。接着进去在27节，王讲上主无帮战你，我要对倒位帮战你？对五谷场还是对酒库是无？好，当一个群体、社会，好，或是我们看到的北国，好，的王个人彻底丢弃对神的敬畏跟道德的底线，好，连这个吃人肉，好，吃自己的小孩，这个世界的风暴呢，好，亚兰的大军呢，好，就很轻易的将我们围困了，好，但是我们要记得要祷告，好，要相信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多。而我们是否也会常陷入亚兰跟约兰一样的盲点？就是外表看起来无奈自怜，但是内心呢却在对神发脾气埋怨神这都是上帝降的灾祸。好这灾祸从神来，我何必呢再仰望神呢？我不要再信了，我也不要再祷告了。好，因为越祷告越惨。好，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因为这样
好，对神失去信心，甚至愤而想离开教会，好，因为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期待，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心，好，就放弃服侍，会不会呢？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好，当我们在那个要放弃走不下的时候呢，好，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在苦难中，一样把眼目转向神，能够透过认罪悔改，而不让怨恨成为吞吃我们灵性的毒药。好，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好，耐心的等候，好，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祈祷，向你承认，我们有时候耐心不够，祷告却不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以至于误认为上帝你不喜欢，你不爱我们你在惩罚我们。主啊，求你除去这一些魔鬼撒旦的谎言欺骗，因为神是爱，神的爱是永不后悔、永不改变让我们不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依然坚定相信你也让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舌，不要说出冒犯神，或是说出挑战神的话语。愿神让我们说的是造就、安慰、劝勉，是一个赞美神、荣耀神、感谢神祝福的话求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